各位大家好，我係 Darius， 今日我哋繼續龍騎嘅故事。真絲衝上去保護小朋友，以為蓮同黑翼傷害咗佢，所以真絲不斷追問佢。喺呢個時候，優衣問鏡怪物嘅去向，但係蓮表示佢已經逃走咗。不過真絲依然懷疑蓮係壞人，之後跟住佢，不斷問關於頭先嘅事。蓮唔想理佢，並問佢幾時還錢。3蚊啊！同時，包租公催真絲交租，蓮都趁機離開。其後，真絲唯有帶住僅有嘅行李搬到公司暫住，理所當然咁樣俾令子指責，但係都冇任何辦法。到咗夜晚，真絲提醒優衣小心蓮，不過優衣知道佢唔係壞人，因為之前每一次嘅戰鬥，蓮都會用上全力。聽到呢番說話嘅真絲亦都有所動搖。喺學校，羚羊再次盯上兩位細路女。真絲同蓮感應到怪物嘅存在，趕過去事發現場。睇到呢一幕嘅真絲明白到琴日事件嘅真相。原來當初羚羊移動速度極快，所以當時真絲目擊唔到真正嘅兇手。呢個時候危機降臨，兩人變成蒙面超人龍騎同夜騎，展開戰鬥。兩人擊倒羚羊，幾輪攻勢過後，羚羊利用速度取得優勢，將夜騎打向龍騎嘅戰場上面。夜騎就用上 Adovado， 龍騎亦都跟上。最後兩人用上 Final Novado， 用上火屬性嘅 Rider Kick 同高速螺旋 Rider Kick 徹底解決羚羊怪物。而兩名契約獸亦食咗能量核心，其後佢哋返回咖啡店，雖然心結意解，但依然十分嫌棄彼此。喺某個古董店，一名神秘人攞出利刃嘅卡盒。以上就係今日龍騎嘅故事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可以 like、share、留 comment 或者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 撳隔離個啷啷，或者donate follow 我 IG。我哋下次見。